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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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，小姐！对不起，小姐，我们已经打烊了。打烊？现在几点了？已经11点了。11点。11点。完蛋了！我去找菜饭了。天哪！不好意思啊。以后好好照顾自己。再见。才回来啊？啊，对呀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去跟一个朋友见面，一不小心就聊晚了。下次早点儿，赶紧洗澡睡觉吧。好的，那个你赶快睡吧，不用等我啊。进。顾总，这个是刚刚门卫送上来的，说是一定要亲自交给您。啊，放这吧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先出去了。